啱啱我哋就回顧咗同埋展望咗全球 IPO 嘅市場啦，咁或者我哋將個焦點咧轉到去中國內地嘅企業啦。我知道其實中國內地企業喺揀 IPO 嘅目的地嘅時候，一般會喺美國啦、內地嘅 A 股市場啦，同埋香港3個市場裡面作出選擇嘅。咁當中究竟有咩考慮因素呢？ David 啊，你可唔可以講一講咧？中國內地企業咧去美國上市咧，背後有咩因素？咁其實我哋見到越嚟越多嘅國際公司咧考慮嚟美國上市。咁以納斯達克為例啦，其實我哋見到非美國公司佢選擇喺納斯達克上市嘅比率咧，已經由係21年係只有16%咧，係急升到上年嘅50% 咁多。咁當中美國市場吸引力就包括就佢嘅流動性個 liquidity 通常會比較好啲啦，個投資者都比較多元化一啲嘅。咁我就以喺荷蘭作為總部嘅 ASML 為例啦。咁呢間公司就喺半導體入邊係生產一個光刻機嘅設備嘅。咁但係你見到佢喺美國上市嘅 ADR 咧，其實個成交率通常係仲高過佢喺歐洲所交易嘅股份。咁當然美國市場另一個吸引力就係個估值通常都可以高啲嘅。咁我見到唔少嘅內地公司上年都選擇咗喺美國上市啦。譬如以 Nextech 為例咧，咁我見到有來自內地嘅自動駕駛公司文遠之合 WeRide， 同埋都有小馬智行作為啲例子。我哋都見到係唔少嘅內地公司都越嚟越對美國呢個市場感到興趣。咁新一代嘅年輕企業家咧，往往都比上一代係更加具有國際視野，都希望佢哋嘅品牌咧可以喺國際間打響名堂。咁從公司嘅角度出發啦，佢哋都會意識到某啲嘅行業或者某啲嘅故事咧，其實喺美國上市都可以獲得一個比較高嘅估值同埋一個比較好嘅流動性。咁我以 Biotech 生物科技為例啦，其實美國機構往往係對評估啲未有收入嘅 Biotech 主題咧個經驗都相當之豐富。如果嗰啲公司佢有比較穩定嘅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即係 FDA 嘅一個候選藥物嘅 pipeline 啦，咁喺美國上市係幾吸引嘅。因為如果嗰啲公司當佢哋發佈啲臨床嘅數據啊，或者達到一啲嘅發展里程碑時候咧，其實往往都可以獲得相應嘅回報。另外我想補充多一點咧，就係其實美國 IPO 市場一個特點咧，就係好靈活嘅。就算一啲蝕錢嘅公司咧，其實都可以喺美國上市嘅，只要你有足夠嘅披露就得噶啦。咁呢一點咧，我諗同美國咧佢有一個完善嘅制度咧係有好大嘅關係嘅。另外美國嘅投資者主要係機構投資者為主啦，相對嚟講比較成熟啦，佢哋亦都可以透過啱啱講嘅制度、集體訴訟嘅機制去保障翻自己嘅權益嘅。Monica， 咁你點睇呢個中國內地 A 股市場同埋香港？究竟內地嘅企業有咩原因選擇去呢兩個市場上市呢？咁我先講下點解啲企業會揀喺香港上市啦。咁咧，頭先好似阿咪所講啦，好多已經係 A 股上市嘅內地企業咧，其實都會考慮嚟香港上市嘅喎，即係我哋所謂嘅 H 股上市啦。咁主要嘅原因咧係想拓展海外市場啦，同埋提升企業嘅國際影響力嘅。咁尤其對於一啲行業嘅龍頭啦，咁如果佢哋喺香港上市咧，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海外資金啦，同時咧又可以增加佢哋發展跨境業務嘅機會喎。咁另外咧，亦都好似頭先阿咪所講啦，我哋港交所咧最新調整咗佢嘅 A+H 企業嘅上市審批政策啦，令到成個上市個流程咧更加清晰啦。咁所以呢一類型嘅企業咧，如果想嚟香港第二上市啊，或者雙重主要上市咧，咁都會對佢哋嚟講更加好啦。喺咩情況下會選擇喺 A 股上市咧？咁大家都知 A 股嘅估值咧都係即係相對比較好嘅。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啦，咁其實中國政府咧亦都係非常支持新能源啊、半導體啊、AI 啊同埋高端製造呢啲行業嘅發展嘅。咁所以喺呢啲行業嘅企業咧，喺內地上市嘅機會都比較大啲啦。咁當然啦，咁我哋香港市場咧都好歡迎呢啲公司咧嚟我哋香港上市。咁啱 Monica 提到幾個行業啦，新能源啦、半導體啦、人工智能啦。咁我想帶出一個點咧，就係其實唔同行業喺揀 IPO 嘅上市目的地嘅時候，其實都會有唔同嘅考慮嘅。另一點咧，亦都好重要嘅就係 timing。例如咧，近年其實喺 A 股市場咧，主要將個重點咧放翻響改善翻已上市公司嘅質量方面啦。咁對 IPO 市場咧，其實相對嚟講係收緊咗嘅，做咗一個叫做階段性收緊上市節奏嘅一個措施啦，令到原本有唔少想喺 A 股上市嘅公司咧，其實最終都轉戰咗香港市場。或者我最後咧做一個簡單嘅總結啦，其實中國內地企業喺揀 IPO 上市目的地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考慮因素啦。咁我諗其中幾個就係相關市場嘅制度政策固然係重要啦。啱啱 Monica 提到估值啦，亦都好重要啦。
但係同時間唔同嘅行業喺唔同嘅時點，可能都會有唔同嘅考慮、唔同嘅選擇。我哋今日關於 IPO 嘅討論呢，就到此為止啦。多謝大家，拜拜。